各位觀眾朋友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提教國際。嚟咗禮拜四幕後，同您大家來關心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式喊出日本嘅首相嘅靠停事件，與人傳嚟相關問題。今日節目地圖為大家繞搶到嘅係東海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嘅陳遠峰，陳主任您好。東海大學陳遠峰，大家好。謝謝主任再次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我們聽到就是安倍他要修憲，而且已經提出確切的日期。我們先來聽一下他那一天在接受訪問的時候是怎麼講的。憲法は国の形、そして日本の理想未来を語るものであります。自由民主党は憲法改正の発議に向けて具体的な議論をリードしてまいります。我が自由民主党の歴史的使命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我们看到安倍胸有成竹，然后他讲到历史的使命。首先，我想请教安倍这样宣誓2020他们要修宪这件事情，老师意外吗？然后老师你怎么解读安倍的这个动作？一点都不意外，完全照计划来，而且另外一个背景当然是2020年的东京奥运，安倍晋三想站在上面，而那个时候是一个全新的日本。所以说，主持人大概也知道，刚刚讲的是施行新宪法，强调的不是修宪，是，所以说是利用修宪或透过修宪的程序要制宪。而这个当然就是找回美丽的日本，找回强大的日本，或者是用川普的语法的话是，让日本再伟大一次，对，的这样的背景。再来的日本的最重要的政治日程，是2018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的改选，是，而且已经为今年已经为安倍晋三量身定造了，本来只能连任2次就6年，现在改成最长可以到9年。那9年的话，也就是说2018年的9月，再延3年的话，就到了2021年了，也就超过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怎么这一切都这么巧妙？更后面的背景跟理由，当然是支持率一直维持在很高，曾经掉到40几%，但是马上又回到50%以上。近来还有个更奇特的民调，这个当然是我们的台湾的媒体也用的共同通讯社所发的民调，65%支持度。NHK 稍微中间偏左一点点，但是现在当然不一定是那样，做出来民调也都超过50%。那所以说在川普都称呼其后，全世界做了4年多的国家领导人有办法维持这样的民调支持度的话，非常非常少见，在日本也非常非常少见了。所以另外一边当然更强力的背后的原因是日本的在野党完全的弱化，排名第2是叫民进党。是联邦这个月的政党支持度只有6点多%，那自民党是38%左右，那这也是 NHK 的民调。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在日本国内没有对手，在党内因为大家要连任嘛所以也不容易反对安倍晋三，还是拱他。对，而且2012年的12月，安倍晋三又重新成为日本的首相，就是自民党击败了民主党，再度成为执政党。从那个时间点开始，2012年、14年2次的众议院选举，2013年、16年2次的参议院选举，总共4次的国会选举，安倍晋三全部获得大的胜利。是，所以说在今天的状况底下，日本的众参两院，美国一般来说参众两院，这属于说力量的大小的问题。日本战后到今天为止，当首相的人全部是众议员。是，另外一个联访联访是参议员，所以如果再来的众议院的改选，他非得要换跑道，选众议员不可，但是落选的可能性非常高。现在要说明的是，两边现在修宪的力量、改宪的力量全部都超过了2/3，这在日本战后政治史上没有发生过。甚至因为参议院是3年改选一次，任期是6年，但是3年改选一半，而且因为选举制度的问题，还有非常多的不是单一选区的复数选区的存在，2个人到5个人的都有，所以同一个政党要连续2次获胜非常困难。主任，我这样子问哈，你讲到现在刚好在2/3这个关键的数字上，其实，在
这个时间点之前，我们就听过安倍说，要讲修宪。那他也讲说，修宪的时间已经成熟了。成熟。在日本，究竟我们可以用哪一些指标来判断是可以修宪的时间？当然，民主政治当然是数的理论，也就是数学，是数量的理论。有没有办法过半数，或者是绝对多数的2/3？特别是在修宪的议题上，日本的宪法是这样的规定。先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也就是说，非得在众参两院同时经过2/3的议决。那个只是提案权，叫发议，日文叫发议，发动这个议题，对国民提议，再进行复决投票。那个复决投票就是我们说的公投啊，公投当然就是投票的人数的1/2，所以也就是说前面那个门槛已经很高。2个国会都占了2/3，算是拿到入场券而已。对，最后的反而是国民投票、公民投票的部分，对安倍晋三的挑战比较大，因为不管什么时候的民调，老是国民。日本的国民对于修宪这个议题，反对的多，支持的少。到最近的民调 NHK 仍有51%的人认为，不赞成在安倍晋三的任期内进行修宪啊，不好意思，这个共同社的。但是这个前提是安倍晋三这个任期，还是2018之后那个任期？因为这个倒没有在法上有任何的规定，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就可以发议，就可以让国会来审理修宪的案子。对，只是说内容是怎么样。那安倍晋三在前几天，也就是说，5月3号的时候，对，就行宪70周年那一天的谈话里面，也提出来了修宪的具体的内容。现在反而是要在保留和平宪法的第9条的第1项跟第2项，要加一个第3项，让自卫队在宪法上找到法的基础。老师，我们带着观众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也整理了这个日本宪法第9条的这个图表。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个图表里面讲了2个日本不能做的事情。那我很好奇，就是究竟这样的一个宪法对日本来讲，过去这70年有什么影响吗？有什么负面的冲击吗？为什么他要把这个东西弄掉？第2项不持有战力嘛，对不对？但是自卫队到底是有战力？所以安倍在这一场演讲里面，他自己讲说，很多在日本的宪法学者认为，在这个宪法底下，自卫队是违宪的，基本上违宪。然后如果强调违了70年，没错，所以违宪违了70年之后，你要不承认自卫队的存在也非常的困难嘛。也就是说，它已经日常化了。而且日本的国民某一个意义来说，也认为自卫队的存在对于日本的安全保障有一定的意义，或者是没有不行，是正面看待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也常常讲这件事情，宪法不过就是一张纸，就算违宪状态持续，我们每个人还是过日子啊，经济还是一样发展啊。某一个意义来说，所以也就是说，但是立宪主义当然不是跟这个不是一样的内容，因为立宪主义只有2个具体的实际的内在性的意义，也就是说，第一个是限制政府的权利，力量的力；另外一个是保障人民的权利 （rights）， 对，利益的利。所以，因为我们中文的发音一模一样，但是权利跟权利啊，不管是 power 还是 rights， 全部是从日文来的先译，日本话。所以一个是 kenryoku， 一个是 kenri， 对日本人来说是分得很清楚，只是我们经常会搞错，包括学生们也是一样哈。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立宪主义事实上已经在日本是完成的，但是问题是，事实上的宪法第9条这个和平宪法跟日本的现状有非常非常多的怎么样都合不起来的地方，所以安倍晋三等等的我们所谓的右派，对，非常的反对由美国人直接给日本的这个宪法，这是翻译宪法。对，就是2战之后美国为日本立的宪法。不管从日文来看或英文来看，都有很多不是宪法学上的应有的用语都存在于里面。所以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日本人或者日本的右派，一方面亲美，觉得不跟美国人在一起，或不保有美军的基地，没有办法维持日本的安全，但是另外一边又要找回自己的精神跟灵魂，这是右派的特征嘛？是国家主义或国民主义，所以非得要自己用自己的力量自主性的修改宪法，或者是透过修宪
的手段进行制宪，也就是说宪法制定权利的发动。那什么叫宪法制定权利的发动，或什么叫宪法呢？这不管是有学过宪法学或没有学过宪法学的人，通常不容易理解它的争议。宪法是国民对国家的命令，是，而且通常只命令了一次，因为命令了一次之后，宪法就出现了嘛。比如说国家的最高法规，我们每个人都会背的，不知道宪法学的内容或精神，但是一定会背的。只要任何的法律命令，甚至校规，东海大学的校规，或甚至假设客家电视台有台规的话，是任何的规则只要违反了宪法，全部无效，就违宪的意思。不得抵触，它是最高指导原则。但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日本的国民或日本的人民并没有发动过。或者在现在的宪法体制底下没有发动过宪法制定权利，因为是美国弄的，没有错。所以右派在讲这件事，所以这是我说的亲美，但是要修宪。相反的，左派那一边反美，但是要护宪，保护宪法。两个都很矛盾啊。非常矛盾，所以说左派认为这部宪法太棒了，至少保障了人权，而且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和平宪法，不战争嘛，放弃武力，不保有武力。比如说别人打我，我也不反抗的，是走在世界的最前端的世界主义，不是吗？所以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左派反美，特别是反对美国在冲绳的基地。或者是事实上，他们认为美国人还是在占领着日本。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两边都充满了矛盾。那现在左派方面，因为意识到，特别是北朝鲜问题，之前是中国问题，是现在北朝鲜的问题已经到了会面临要解决的状态。所以北朝鲜反而是安倍晋三的啦啦队。那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没有出现过像这样比较高呼声要修宪的诉求吗？一直都存在啊，特别是究竟什么让日本没有办法正式的跨出这一步？没有办法在参议院跟众议院同时拥有2/3的势力，今天也不是拥有2/3的势力啊。是，所以现在日本还是联合政权啊。而且只有现在各位当然知道，如果稍微对日本有一点点基本的知识的话，自民党跟一个叫做公民党，这是一个佛教政党，合起来在参院才勉强过了半数。不是2/3，也不是2/3，2/3还要加上其他的赞成修宪的政党啊。不好意思，我再修正一下，自民党最近终于过了半数，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抛弃跟公民党的合作。这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2/3的修宪的门槛。所以在今天，安倍晋三硬要说他在战后最伟大的成就的话，也就是说带领着自民党集结了其他的势力，在参众两院，众参两院同时过了半数，而且又过了2/3，所以也就是说，在今天，他认为时机成熟只有这个原因而已啊，不管国民的支持或不支持，但是基本上条件已经整合完毕的意思了。所以照现在这个态势来看，第一，老师刚才提到，他在新的这个党魁选举，他是稳赢的嘛，哈，他一定会今年又特别替他量身打造了，他一定可以续任党魁。假设真的3连任，他任期您刚才提到会到2021年的9月。对，如果没有修宪，我在这边想要先好奇问一下，安倍留给日本什么？经济上他毕竟也是战后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各位，我在这个节目也讲过，我是3支箭吧？对，我在这个节目也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过这件事。2012年，说不定2013年左右，就在这个节目已经讲过。非常彻底的分析过安倍3支箭，安倍经济学了。对，安倍经济学第一支箭是金融政策，第2支箭是财政政策，这个都是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日本已经做了20-30年，但是各位当然知道什么效果都没有。我经常在讲，如果用了那么多钱都没有特别的意义的话，那如果那些钱用在其他地方，说不定日本的今天不是这样。这个我们的民进党政府、台湾的政府现在要做的前瞻计划也是一模一样的事情。那标准的凯恩斯主义，但是第3支箭，各位当然知道是体质的改变，是吃中药的，前面是手术的，后面吃中药是改变体质，可是手术都没有立即见效。后面那个是新古典派，主持人一定知道，新古典派是尽量政府或国家的力量少介入经济的事务。所以一边要大政府，一边又要小政府，基本上我当时的断定就是思想上的凯恩斯跟海耶克的大冲突，所以有一天不是有一天就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说目标各位当然还记得，要让通货膨胀，就让物价提升2%。对，
做不到啊，到现在还是没有。而且这个当中，消费税从5%变成了8%。本来要到10%还延后了，延后不敢做了嘛，因为8%已经出现了负面的效果。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怎么样物价都涨不起来，日本的经济状况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恢复，所以美丽的日本回不来，强大的日本不知道在哪里的状况底下，抛弃了经济上的议题，回到政治嘛。但是一开始，我们每个人都在说呀，问题笨蛋，那问题在经济。问题是先进国家或者是已经面临高速老化的日本这样的世界，要再用凯恩斯主义或者是由政府带头投资，基本上对于经济成长已经很难看到明显的效果。OK， 好，来上半场我们先谢谢主任的分析。恩生黑滚下，下半场其实来看到，加注意嘛，讲到咧朝鲜半岛的局势。多多少少會安排兩敗提出小協，要起到加分的作用。到底日本要辦看待兩北韓的態度，係咪日本人自家變到唔係咁？先了解下，啱住進來。觀眾朋友轉到討論的現場，其實關心日本的安排政策首相而修憲的相關問題。老師剛才提到了共同社跟這個 NHK 的民調，我拿到另外一份民調，是日經跟這個東京電視台他們3號那一天發布的民調。在這一份民調裡面，有46%的人是反對修憲，可是45%贊成。從來不曾看過這麼高。那扣掉我們統計上3%的誤差，我們可以講贊成跟反對已經在民眾這一面。老師，你講最後的決定權還是在公民投票這一關嘛？哈，已經勢均力敵了。所以無限的接近50%。我的意思是，以往不成這個樣子的，是什麼事情讓民心思變？前面是跟中國之間的問題，現在當然更明顯的是跟北朝鮮，北朝鮮的問題也毫無疑問會在2020年前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那朝鮮半島的問題，朝鮮半島兩邊都贊成統一，對，他們都有統一部，而且是現在當然不是在替北朝鮮說明，完全現在。川普美國的北朝鮮政策完全照着北朝鮮預定的計劃跟進程，也就是說北朝鮮一直有一個3位一體的國家的戰略思維，發展核武，與美直接談判，是第3個朝鮮半島統一，3位一體。難怪前幾天川普講說不排除跟金正恩見面，這完全是北朝鮮的提案或他們本來的想法，美國當然不是不知道啊。所以說走到這一步了，當然非得核子武器，作為談判的籌碼，這件事對於北朝鮮而言，更為的重要，所以非得完成不可。但是老師很好玩的是，就我們每一次看到在北朝鮮這個射導彈之前掉到日本海那次也是一樣，就是說其實他那個威脅，除了對韓國而言，對日本其實那個威脅是很近的，但我們怎麼覺得好像日本國民普遍缺乏這種被威脅感？韓國才沒有被威脅感啊！日本國家創造出被威脅感啊！新幹線停了，4月29號那一天，是我說那是北朝鮮自己在放鞭炮，連射到海上都沒有，就在基地的周邊就已經爆炸了，沒有射出去的導彈的試驗。是日本的新幹線跟東京地下鐵停了10幾分鐘，韓國人看到這個消息，韓國的電視台報道了嘛，笑死了，你們反應過度了吧？就是日本特有的危機感啊！另外一個當然是安倍晉三政府，為了讓日本的國民深刻的感覺到北朝鮮的威脅的存在，之前當然中國威脅論是在日本不知道已經流行了20年以上了吧？所以這個都是在創造敵人
或创造威胁感。那台湾刚好相反，马英九政权底下连征兵制都废除了，现在变成募兵制，100%那个是国家的后退，或者是敌人的后退。美国说川普美国一直在强调美国优先，但是在海外又到处的惹别人。某一个意义来说，否则自己的军工产业没有这样大规模继续存在的理由嘛。因为标准的敌人旧苏联已经不见了。硬要说的话，地球上已经没有敌人。虽然这个开始去制造敌人，最后当然只剩下外星人哦。老师讲到川普有一个事情非常的好玩。4月26就是我们看到5月3号这个他接受读卖新闻的这个报道刊出来，其实他是4月26在官邸接受访问的。那其实在这之间啊，美国跟日本再次通话，川普再次跟这个安倍通上电话，已经是第5次，之前已经有5次了。以前呢，你看那个日本政府开记者会，然后会发那个通话的，就是 guideline， 把谈了什么东西，安倍的每一天全部照时间排，非常的清楚哦。可是这一次的通话没有公布，更起大家的疑窦啊。他们在私底下玩什么？毫无疑问，跟美军的共同的演习，这个当然是在新安保法在2015年的9月正式通过之后的新的状态。所以马上各位就看到出云号，那是准航空母舰，可以升卡尔文森，可以，那当然是美国方面，那出云号是日本方面，那当然是第一流的准航空母舰，也就是说战斗直升机可以自由的升降，特别是美国生产的 Osprey， 猎鹰、鱼鹰型，垂直升降是直升战斗机，那个据说非常厉害，也就是说使用上便利很多，就类似不是航空母舰的航空母舰。也可以成为它升降的基地。那所以说，在日美同盟还有日美安保上面的强化是，当然这个针对的以前是中国问题，现在当然毫无疑问是眼前的北朝鲜问题嘛，的密集的对话，这个毫无疑问，特别是两边的国防部长、两边的外交部长，非常密集的在往来，这是相当，这个不需要是内部消息啦，也就是说非常大家清楚明白的这件事情。所以日本跟美国，特别最近当然跟韩国、跟南韩，也一起进行了海上的演习。蔡英文政权，蔡英文如果认为自己是海上政权的话，海洋政权的话，也非得积极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不管是对美国，或者对日本，至少一起观察对方的演习吧，或一起参加演习吧。虽然各位也许会觉得我讲的是天方夜谭，但是不做不行。我们凭什么？对不对？我们凭什么？但这里面我讲一个角度哈。这时间点上来，我们是不是不禁怀疑这一通电话？因为他是4月26先接受了读卖新闻的访问，然后后来有这一通电话，某种程度上，美国已经知道安倍要宣布修宪这件事情了。或许不是在这一通电话里面由安倍亲自跟川普讲，但安倍修宪这个意图，我们有哪一些观察的指标看得出来？其实美国早已知情了。那川普美国不是太在意这一件事，也就是日本的国内的右跟左的论争，前面或者是以前在这个节目里面都已经分析过，也是左右对于日本的宪法或者美国人给的日本的宪法，这个立场上相左，所以有非常长期的宪法的辩论。台湾这一方面少得可怜。以前我们当学生的时代，大概一定知道台大、政大的宪法的教授是谁，现在没人知道，好不好？有时候对于一样是存在于国民跟国家没有办法合一的状况底下的中华民国宪法，或者当然刚刚讲的日本国宪法，日本是随时都在讨论这件事。我们已经放置了很久，甚至现在的民进党政府也不太讨论这件事。所以说，在美国方面，唯一的希望是日本多在西太平洋的安保上面多贡献，甚至分摊美国在这方面的负担，所以这里就很好玩哦。对，所以假设真的新宪在2020年开始实施了，那个时候的日本究竟是离美国更远还是更近？我会讲更远，是因为我把美国给我这套宪法我丢掉了，因为这是美国在战后帮我弄的宪法，看起来我离他远了。可是新宪让他有发动攻击，可以主动
宣战权。那那是不是在西太平洋需要我的时候，美国这个船舰都还没到，我就先出来？究竟它是离美国更远了，还是会更近？主持人的问题非常的尖锐。但是也非常的基本，所以日美关系当然就是在这个矛盾底下，一直在战后进行了72年，所以说日本为什么一开始接受了这样的和平宪法，不保有武力？美国人给的，因为美国人怕跟日本再打一次啊，美国人也知道日本人的力量啊，随时可能再武装的。另外一个。当然是日本如果不武装的话，当然最早的是第一次朝鲜战争哈。那个时候非得作为美军的补给，或者甚至发展军工产业，否则没有办法帮忙美国进行朝鲜战争。那现在一样，又因为北朝鲜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西太平洋或者东北亚，甚至在亚洲，日本的军事力量不好好的活用的话，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如果美国还有全球战略的话。日本这个力量是不能不用的啦，所以他早就把这个洞视为是日本要来补的。对，双方当然矛盾，但是对于安倍晋三、对于安倍日本而言，这样的态势或者是亚洲、东北亚的变化，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利的。最后，之前我们就听到这个天皇说不排除提前退位，这件事情修宪跟天皇有关系吗？修宪跟天皇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天皇既然已经讲出来，日本的天皇不是欧洲的领主型的国王，当然也不是中国的皇帝，所以我经常讲这件事，没有钱，没有权。没有力，非常象征性的存在，但是已经说了，当然，因为他在国民里面所拥有的非法律的权威非常的强，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天皇做了，大家都会点头，比如说赈灾的时候，大灾害的时候，天皇来看灾民，大家会有笑容，首相去没人理他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既然说了就会动，但是刚刚好就选在这样的时间。